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1，歌罗西书3章23节安尼讲：今仔恁所做，就出伫心来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在恁要对主得到承接业的报赏，恁是服侍主基督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所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的天父。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专心所敬奉的上帝，你是阮满心感谢的天父。你创造这个天来展开伊，开阔地甲伊所出的，用活开。互地上的正百姓，用恩典赏赐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你是肯定阮一切的敬拜甲尊重的上帝。我们尽一生来学老甲称颂你的大尊名。主啊，愿圣灵有时阵，阮容易看重别人的眼光，毋茫受人的肯定，甚至为着得人的欢喜，来失去起初单纯听你、侍奉你的心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也求你予阮伫所做的顶面，真正出伫心来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来得你的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